大概30歲嘅黃成達年半前經輸入勞工計劃嚟香港，喺一間食肆做樓面。黃成達話：雖然自己一個嚟香港做侍應，但係人工有15000幾蚊，收入比喺鄉下嘅時候高出超過2倍，亦都終於有能力俾父母享下福。但係政府上個月中公布收緊補充勞工優化計劃，原本食肆請2個香港人就可以申請1個輸入勞工，而家要請3個先得。現有嘅輸入勞工完成2年合約之後，僱主要用新嘅人手比例重新申請配額，估計部分輸入勞工唔能夠續約。你而家新政策3:1，公司面臨嘅就縮減人員，唔會請咁多外勞。如果我哋唔請外勞呢，我哋就約滿又要翻去噶啦。即係如果對於想繼續落嚟香港做嘢嘅呢，又要通過中介重新揾工。嗰個時間咧都比較耐，然後咧又要重新花費一個中介費。唔想走人，佢話勤力返工只係基本，更加重要嘅係增值自己。Chili sauce。黃成達做嘢嘅食肆係位於旅遊區，佢認為如果學識英文，續約嘅機會會大啲，所以而家晚晚都自學英語。我而家嘅短板咧就唔識英語，無法同啲外國人溝通。你而家即係有時候咧，客人問到我問非所答，所以咧有時候都請教啲同事，遇到唔識嘅咪自己用翻譯軟件翻譯咯，學到咧就可以同客人溝通到英文。到時候我續約呢方面咧，老細都會考慮。